連最美逆行者都俾人炒魷魚。話說盧師傅2011年入職河南科技大學第一附屬醫院，擔任急救車司機，工作13年期間全年無休，返24粒鐘，休24粒鐘。口罩期間仲被醫院評為最美逆行者，因為拒絕單位要求轉簽勞務派遣合同，逐漸被邊緣化，工資從7、8千驟降到2700。今年仲口頭通知話唔使返工啦，話盧師傅屬於臨時工喎。坤哥話拼多多有緊退款，諗唔到返工都會有緊退工。戰時就自己有，平時就臨時工，做咗13年都要臨時工，呢個大概係史上最長嘅臨時工啦。建議醫院去申請吉尼斯世界紀錄最持久臨時勞動關係紀錄保持者啦。阿禪話口罩期間人哋盤咗條命同你上班，風險遠高於法定代表人，但係工資就係高過保潔少少咋。我之前都係遭遇公司嘅違法辭退，調外洗廁所，美其名曰管理公區綠植。我話醒目啊，謹記我老闆成日同我講嘅要對齊火粒度嘅要求，於是我就去咗稅務局、消防局去對齊公司嘅火粒度。我想講，降低工資就係好多單位逼你離職嘅戰略性調整，單位幫你喺資深領域成功實現去槓桿化，要你用2700蚊嘅工資完美詮釋咩叫做逆境生存。而所謂嘅最美逆行者，虛名嚟嘅啫，通過虛名逼你返工為愛發電啊！證書上面應該係有行細字嘅，本榮譽僅適用於特定時期，解釋權歸醫院所有。如需兌換長期福利，請先獲取正式編制。醫院用實際行動話你知，逆行嘅真正含義係逆住本勞動合同法而行，就係我哋成日講嘅逆向派遣啊。雖然劇情好諷刺，但係盧師傅並非全無籌碼，連續工作13年，法律上面早已符合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嘅條件。醫院用口頭辭退呢啲咁嘅招數呢，喺勞動仲裁之中大概率要賠到肉赤。人大代表都多次呼籲要廢除勞務派遣。勞務派遣簡單啲嚟講呢，就係你同 A 公司簽勞動合同，實際用工單位 B 公司。用坤哥嘅比喻嚟形容呢，就係你同你老公結完婚之後，長期同阿隔離老王搞埋一齊共同生活。勞務派遣啊，同彩禮日結其實一模一樣噶。你無需承擔超額嘅彩禮、三金等等嘅結婚成本，直接長期搞人老婆，咁咪就係耍流氓咯。我幾時都話發明勞務派遣嘅嗰條友啊，真係個天才。佢將一段空間關係完美平移去職場上面，令到勞動者同時成為正式工、臨時工、兼職者加自由職業者。悲哀嘅係，就算真係廢除勞務派遣啊，仲有勞務外包，甚至業務外包添啊！一聲嘆息啊，各位，關注我愛江律師，你好幸福㗎。